来乡亲啊，除了普拿藤之外，即卖清关1号嘛烧钱人马烧钱抢。有中医师讲，民众出国惊会第2届来确诊，所以大量扫货买清关1号，甚至有人做1届就买300份，拍算要寄予伫中国的亲戚朋友。安尼一来，有袂少的中药材，包括清热、解毒、抗病毒的中药材，拢起价咯，讲起1成到2成。未来这6个月，恐惊计数也是降袂落来。清关1号中药材开始有人伫咧抢，随中国放任防疫政策管制，互疫情升温，民众烦恼出国，搁一摆确诊，拢来扫清关1号的货，搁有人一摆买几200份，暗送寄予伫咧中国的亲戚朋友，互真侪中药材计数起真贵。台湾的药材市场并没有缺货，不过因为疫情的心理，价格现在的涨幅大概在10%到20%当中，就是说。目前就是消炎、杀菌药都有调涨的一个价格。台湾的中药材主要为中国进口，不过当地嘛要用，出口到台湾的货量会变少，嘛是起价原因。抗病毒的板蓝根、金银花、黄连含消炎解甜的芳草、草草、金芥这药材，计数拢起1-2成。疫情6个月之内呢，应该是。比这个1到2成还会涨多一些，可能会涨到3-4成，所以我们现在中医医疗院所很担心，如果这个药材继续飙涨的话，那当然这个民众的这个费用可能会更高。中医师讲，中药材有可能会愈来愈贵，不过清关1号算是出远药啊，想要买嘛是透过医师开药啊。中医师嘛教民众安怎来吃，才袂食到拍歹身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